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0年6月24号。這一期咱們閒聊焦慮，我們今天聊一聊科技行業的焦慮，聊一聊大廠的焦慮。最近小米、華為、阿里頻繁上熱搜，他們上熱搜的方式不完全一樣，但是引起網友的熱議，就這幾天。但是在我看来，這凸顯這些科技企業、這些大廠曾經的过去的科技新貴當下的焦慮。不要以為焦慮只是我們牛馬韭菜有，實際上按照《紅樓夢》裡面王熙鳳的說法，最大的難處不要以為這些大廠沒有焦慮，當下種種这個熱搜、種種新聞報道恰恰反映這些大廠的焦慮。你比如說6月22號新加坡的聯合早報，它有一篇報道叫小米華為雙雙翻車。那這個小米翻車就比較簡單了，主要是最近雷軍在武漢過早，武漢人把吃早餐叫过早，其實這個本身沒有什麼好說的，但是它恰恰發生在雷軍身上，恰恰被一個小學女生在背後路過吐槽了一句，吃個早餐還這麼多人拍照，有必要嗎？至於嗎？聯合早報說，他說中國兩家科技巨頭接連陷入爭議，小米創始人雷軍街頭吃早餐被譏諷是雷人燻擺拍。雷軍上周一就6月15號回到家鄉湖北省武漢市參加官方活動，期間現身當地早市，蹲坐在路邊小板凳上吃熱乾麵、麵窩等當地特色早餐。現場有多台專業攝影設備記錄這一幕，引來大量的民眾圍觀。後面發生的事情都知道了，對吧？這個在網上掛了很多天的熱搜。那麼面對網上的這個冷嘲熱諷，雷軍他就借着北京國際圖書博覽會21號，在這個博覽會上，雷軍他與中國作家劉震雲對談，他就說了，他說這樣一件簡單的事情上了好幾天熱搜，讓他匪夷所思。但是後來一想，他說我覺得在今天這個流量時代，可能誇你有流量，罵你也有流量，嘲諷你更有流量，這可能是在今天這個時代可能我們都需要承受的代價。雷軍補充道，他說可能很多人不了解，他說我知道攻擊我的人很多，可能他們沒有立場，他們只是為了流量而已，甚至還有很多是水軍公司，也是賺流量的錢，所以大家看到這些報道的時候笑一笑就好。而劉震雲則對雷軍說，他說現在很多事情往往沒有真相，只有角度，真理有時未必掌握在當事人手裡，反而更容易被流量、情緒和營銷號帶着跑。小米集團董事長、特別助理、戰略市場部副總經理徐杰雲隨後也在微博發文稱，雷軍工作之餘吃吃喝喝拍 vlog 都2年了，你說拍 vlog 帶着相機也合理吧？但如果有人非要往某些方面帶，再怎麼合理，似乎也都會變成不合理，而且還能把拍 vlog 的相機說成在場的人都是擺拍。所以還是劉震雲先生說得好，這是沒有真相，只有情緒和角度，我們的世界還是少點陰暗好。但這些回應並未平息輿論與爭議，對小米和雷軍的批評聲音，諸如自己炒作流量反而責怪流量，回應吃早餐比回應汽車起火簡單多了，依然在中國社交媒體上發酵。一些親小米的網絡大 V 和粉絲則發表陰謀論，稱這是競爭對手華為的輿論戰。小米和華為多年來在手機數碼和汽車市場高強度競爭，雙方高管常常針鋒相對，隔空互懟，企業間恩怨情仇也延燒至粉絲群體，也就是粉絲飯圈化唄。米粉和花粉經年累月互撕，這是聯合早報他的報道。實際上這個劉震雲說的，還有雷軍這個助手徐杰雲說的，好像都沒錯。我在以前節目說過了啊，這就是最大的悲哀。悲哀什麼？悲哀就是雷軍做什麼，大家認為他都是在模仿。那這個印象是怎麼形成的呢？我覺得這是最悲哀的。或者我們說，這就是被流量反噬。你在追求流量，那現在流量對你好的時候，那你享受流量帶来的這種好處收益。現在負面輿論多了，你要開始埋怨流量了，
這個顯然哪有這麼好的事情？所以這就是流量的反噬。當雷軍被人稱之為雷布斯的時候，当现在雷軍被人稱為雷仁勳的時候，說明什麼？網上的很多梗，這些事情怎麼解釋呢？說人家蘋果發布蘋果17是吧？那是因為人家前面是蘋果16。你小米發布什麼17，那是因為蘋果發布了17。你黃仁勳街頭吃面吃小吃，那是人家想吃。你雷軍街頭吃面，那是因為黄仁勳吃了。所以一旦形成這種觀念，那到底怎麼形成的？為什麼你幹什麼總讓人感覺好像在模仿，而且還很刻意？我覺得這是要反思的地方。一定是你給你的受众灌輸了太多的這樣的印象。無論你是小米叫什麼米食節，雷軍叫雷布斯，現在叫雷仁勳，小米的汽車叫米食節，那你說這個能怪網友嗎？也不能全怪這個對手，當然這不排除對手之間的競爭內卷，這個是有的，我們不能否認。所以我就說了，雷軍、劉震雲、徐杰雲說的都沒錯，但這個都不是全部。我認為全部你還是從自身找原因。我們一直說，我們中國人不喜歡從自身找原因，都是別人的原因。什麼時候把模仿、把抄襲這個能夠摘掉，那你出去，你就是你，你不會是雷仁勳，也不會是雷布斯。怎麼我感覺好像跟《三國演義》裡面的三姓家奴，逮誰學誰，逮誰跟誰。實際上這個反映的都是小米遇到的困境。作為小米的創始人，作為他的領舵人，壓力巨大，沒有辦法突破，那怎麼辦？那只能是吧，跟隨。不要說小米了，对，很多人做个自媒體的也是的，拼命的抄別人，還有搬運的直接搬。你在笑話雷軍的時候，也還是要牙子小一點，聲音小一點。你在批評這些人的時候，你幹了些什麼？當然這是對小米。那華為聯合早報他說，雷軍因擺拍爭議被輿論，實際上他不一定是擺拍。我上一期節目我就說了，上一次談到雷軍的時候，他說不定人家是真的也他沒有刻意去學什麼雷仁勳，不是這個黃仁勳，人家恐怕真的是想吃個早餐，人家平時也拍，正常的。這樣大的人物到哪兒去都一群人跟着後面拍，完全正常。你想很多明星，很多那些自媒體做出名的人，出門還好多人圍着，好多保安，完了之後，对吧？各種儀式，各種讓開，前面是不是有人喊，後面一群人圍着，前面跟着拍照。那連自媒體都這樣，你就不要說一個科技新貴是吧？曾經的科技新貴，還差點成了中國首富，半個小時的中國首富。所以說他到哪兒有光環很正常，沒毛病啊，就是很多人拍的也很正常。但是就這麼正常的事情，大家認為你是在模仿，這是問題的所在。所以說我也不認為雷軍是擺拍。聯合早報他就說了，他說雷軍輿論火烤的同一周，華為申請世界商標一事也引起不少中國網友的吐槽。世界是華為的了，世界這個詞華為把它注冊成商標了。多家中國媒體上周引述中國國家知識產權局6月13日的公示信息報道，華為提交的汽車類世界商標目前已經進入初審公示階段。如果8月31日前沒有其他公司提出合理異議的話，華為將被正式收入世界商標。據中國半導體行業媒體新智訊盤點，華為數年前就已開始大規模申請註冊界相關商標。除了旗下汽車業務鴻蒙智行4界商標外，問界、智界、享界、增界之外，華為還成功註冊了仙界、天界、軍界、巨界、中界、邁界、義界、前界、境界、旗界、貴界、官界等一系列商標，最後還是把手伸下了這個最大的詞，整個世界都是華為的。你說說，我記得你看有網友看過我的節目，就是遇見小面狀告於見小面的時候，我當時就有觀點，如果有人有錢是吧，我把所有的詞兒都給註冊了，讓你們玩，我財大氣粗，我有的是錢，我就註冊唄，跟它相關的字兒我全給你註冊上，你稍不小心你就侵權，告你。這個世界這個詞啊，按理來說那佛祖，這是佛教用語，世界，那這個版權你要說那應該是屬於佛祖的，你這讓佛祖在極樂世界都待不好了。華為有沒有問過佛祖啊，說把世界這個詞給註冊了，以後你這個佛教裡面世界這個詞不能用了。
當然了，這個咱們只是開玩笑，因為根據法律，它注冊的那只能在汽車這一塊或者手機這一塊，你不能用這個做商標或者做什麼營銷之類的。報道指出，與其他的界不同，世界一詞極為常用。這就是来源于佛教，佛教傳入中國之前沒有世界這個詞，我不知道中國人是怎麼表達其他地方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對吧？沒有世界這個觀念，應用極為廣泛，因此這一商標注冊申請通過初步審定引發爭議。有質疑聲音指出，按照中國廣告法，企業宣傳產品時不能出現世界之最強之類的宣傳語，但如果世界成為品牌，那企業宣傳產品是世界中最強，似乎有可能避開限制。对，你看中國人這個語言真是博大精深，人家把世界最強給你，我先注冊一個世界，以後我再注冊一個最強，把兩個放一起，不就變成世界最強了嗎？廣東哲青律師事務所主任律師馬俊哲在微博指出，公共詞彙是可以被注冊成商標的，前提是能區分來源。商標的獨佔性被嚴格限定在核定使用的商品範圍內。華為即便成功注冊，禁止的也只是其他汽車車企貼一個世界牌來賣車，也就是你其他的車企你不能再叫世界了。商標法保護的是商業競爭秩序，從來不是也不可能封殺公眾的日常表達。馬俊哲說，這在法律實務中叫做防禦性注冊。企業為了不讓別人蹭界字輩的熱度，提前築起護城河，本身是合法合理的商業策略。但防禦性注冊不等於權力無限擴張。目前世界剛進入意義期，如果同行有證據表明世界在汽車領域已被通用使用，或華為有惡意囤積之嫌，完全可以提出異議。儘管華為注冊世界商標看起來在法律上完全占理，但依然不少中國網民用先有華為後有天的網梗來嘲諷這家與愛國情懷高度綁定的科技公司。一段時間以來，華為在中國輿論場上正經歷某種形象反轉，神曲《華為美》成為中國 KTV 裡面的熱門歌曲，這個我還不知道，我可慢很久沒去過 KTV 有關，說各地網民高歌華為好呀，華為美，華為給我增智慧，老師叫我愛祖國，國產手機愛華為的視頻成了短視頻平台上嘲諷華為的迷因，是有這麼回事嗎？這我有點落伍了。華為高管孟晚舟2021年與美國司法部達成暫緩起訴協議後，在加拿大獲釋並返抵深圳時，官媒宣傳他這個回國視頻，今年以來再度在中國網絡流傳開。他當初祖國我回來了，如果信念有顏色，那一定是中國紅等深情發言，遭到大量惡搞，被諷刺是歡迎訪華，加拿大楓葉紅。文章說，小米和華為接連翻車，只是中國互聯網情緒變化的縮影。當公眾越來越不願意照單全收那些精心設計的人設與敘事時，造神與祛魅往往只隔着一個熱搜和迷因，沒有誰能永遠站在神壇之上。引以為戒的就是網紅超市，我覺得網紅超市相比較而言，到現在還在神壇之上，每天都耸人听闻，一會兒說給人發9000多了，一會兒給人發9000少了，就這麼整，他還在這個神壇上站着。今天又放風，好像我看熱搜說網紅超市員工一年放假145天，不知道真假。但是這個參考小米華為，你玩流量，那最後被流量反噬，那是預料之中，沒有什麼例外，一定會有這一天。但是我講的這個倒不是反噬，因為我今天要講的是從企業這個角度，他們為什麼會這樣。所以我認為這些企業他們都遭遇了很大的壓力、競爭、內卷。你比如說還有一個就是阿里昨天突然就上了熱搜。我在以前節目一直說的，傻子过年看隔壁的，也就是我們都是普通人，我們就是普通牛馬，我們的信息渠道有限，我們的判斷能力有限，我們的智慧也有限。那我們不行，那我們就看別人怎麼做呗，是吧？我們看李超人幹啥，我們看老板馬雲在幹啥。馬老板如果把海外的資產再轉進來，再又像以前生龙活虎，
開始教育年輕人幹什麼，開始怎麼樣，是吧？那說明我們也應該要積極的要跟進。所以馬老板回來了，他回来幹什麼？他不能叫回来了，他露面幹什麼？他带着阿里的一众高管去插田去了。馬雲帶領阿里管理層下田插秧。中國科技巨頭阿里巴巴創始人馬雲帶領阿里管理層在杭州下田插秧。綜合每日經濟新聞和都市快報報道，阿里巴巴合夥人高德董事長劉正非星期一在阿里内網發文，叫手裡有秧才能確保未來有糧。文章記錄了近日阿里管理層在杭州一次下田插秧的團建活動。活動照片顯示，此次插秧團建參與者包括馬雲、吳永敏、邵曉峰、蔣凡、吳澤明、蔣方等人。螞蟻集團董事長也一同參與。值得注意的是，阿里巴巴首席科學家周進仁也出現在插秧现場，這再次確認了這個周進仁的離職傳聞不屬實。劉正非在文中寫道：季節到了，該種的時候必須種，該熬的時候就得熬。只要你照顧好地，選好苗，認真做好每一件事，剩下的交給時間，地就不会虧待你。當然了，对吧？中國人喜歡這麼比較委婉含蓄的表達，他不直接說什麼意思。但這種寫法呢，好像就是阿里在他的業務上面有所布局，只問耕耘，一份耕耘一份收穫，這不是插田嗎？一份耕耘一份收穫，想表達這個。但是我有不同的看法。關於插田，我想起了古代的時候有個和尚叫布袋和尚，他有首詩叫插秧詩，他這個詩挺有意思，叫正好插秧對應馬雲，他手把青秧插滿田，低頭便見水中天，六根清淨方為道，退步原來是向前。你插過田的你知道，插田是彎着腰把那個秧苗插到那個田裡面，那田裡面有水，插田是肯定有水，你低着头你就在看見水裡面倒影就是天，你低着头实际上你在看天，你懂這個意思嗎？你雖然是低着頭，但是你在看天不一定是抬頭，你頭往上仰着那是看天，你低頭也是在看天。這個詩很有意思啊，插田的時候不是倒退嗎？你退着插嗎？退步原來是向前，你別看着我在退，實際上我在向前。所以他這個叫插秧詩，布袋和尚這是個寄語，是吧？是有點像禪宗的。那馬雲這個時候跑去插秧，我想恐怕跟這個布袋和尚的這個插秧詩某種心境上就對應上了。阿里最近可以說這個新聞不斷，又是什麼钉釘裡面一頓折騰，是吧？又是裁員，又是阿里的股價好像不咋地。阿里最近包括去年跟美团、京東打的這個外賣價格戰遭到詬病，最近這個618估計又是折戟沉沙，又是遭到約談。在這個時候可以說阿里士氣低落。你看阿里這幾年流失的人多少萬的少，阿里的零售什麼有甩卖，止损出局，似乎阿里在事業上面已經到了一個瓶頸，而且在走下坡路。显然你想阿里這麼大一個企業，這我們可以說它是曾經的科技新貴，我們把它當做一個標杆。但是一個叫質樸的，你不知道幹啥的，人家在香港上市，股價他今天不行了，前天1點幾萬億，接近阿里，遠遠超過什麼美團還京東什麼拼多多，這全部甩在後面。質樸是幹啥的？做大模型的，反正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大家要從企業的角度去看問题，不要從牛马角度看。你要从企業角度看問題，你就發現阿里已經被一些不知名的企業根本就不知道幹啥的，也沒有什麼知名度的，突然咣一下市值就超過了，或者叫接近它，馬上超過它了。你說它的壓力有多大？再加上他自己在走下坡路，這麼大的一個帝國想掉頭，想怎麼樣？那很難，而且他已經在垂垂老矣的，已經走下坡路，各種負面新聞不断，股價也沒起色。他在人工智能這塊也有投入，但是沒有產出，還沒有一個質樸，還沒有一個 DeepSeek。那 DeepSeek 要上市，恐怕很快就超過阿里。那你說他能受得了嗎？所以大家一定要想，所以這就是我今天要說的，小米、華為、阿里這些曾經引以為傲的互聯網大廠，他們面臨着焦慮生死。K 型發展不是我們牛馬反正是饅頭加榨菜，我們就在那 K 的那條腿上面往下出溜，反正就這樣。
真正焦慮的是那些大厂，因为他们原本認為自己有資格在 K 的那條腿上蓬勃向上走，結果由於自己的原因或者什麼原因，他卻到了 K 的這條腿上往下出溜。你想想吧，這種失落他能受得了嗎？不光是這個阿里、小米、華為，就連當紅炸子雞字節跳動一樣，不要看他現在崩得歡，要不了1年他也開始焦慮了，跟阿里是一樣的，能不焦慮嗎？這個阿里的高管劉振飛發的是什麼手裡有央才能確保未來有糧，無非就是講怎麼在未來的競爭中他佔有一席之地布局，但是這些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我們經歷過蘋果淘汰諾基亞，你跟諾基亞商量了嗎？他都不商量，他都不是同一個維度競爭，蘋果一出諾基亞就退了，這就是降維打擊。你打敗你的不是你的競爭對手，是來自不同的維度的，是一個更高維度的東西，你就沒了，他不跟你商量，不給你機會。所以這個小米，你看無論是小米還是華為還是阿里，他雖然他在智能這塊，人工智能在什麼算力這塊他也在布局，我很清楚這種布局意義不大。為什麼？這就像我們很多東西，我們很多內容很多形式是依托互聯網的，但是移動互聯網時代來臨的時候，互聯網是基於電腦屏幕你制作的一些內容或者應用，但是你說你反正都是用戶用，我把它平移到手機上面就移動互聯網，那就不行，不好意思，不好使。你要說視頻，互聯網時代有很多視頻，什麼我記得以前還什麼6間房，什麼土豆還是什麼優酷是吧，一大堆的多了去了，做視頻的多了去了，但是它怎麼沒有平移到手機上，或者平移到手機上就不行，最後讓什麼快手、抖音這些走紅。也記住了，因為你那是互聯網思維去做移動互聯網，你就做不了。不要以為都是上網，那是兩個思維。你看，比如說我再舉例子，在互聯網時代，百度還是 BTA 還排第一呢，大廠。互聯網時代，百度排第一，叫 BTA，T 就是騰訊 ，A 是阿里，是吧？百度排第一。那怎麼到移動互聯網，百度就沒了？不是把你搜索框什麼搜索引擎平移到手機上就可以的，不是這樣子的，你就沒了。所以現在你看百度要死要活的，因為它脫離了，它失去了整個移動互聯網。當然它現在人工智能這樣下功夫，實際上我覺得也是效果不會太好，瞎子點燈白費蠟。以後未來引領這個什麼人工智能，這個一定是我們沒聽說過的公司，就像 DeepSeek 一樣的突然冒出來，你以前根本就不知道有這麼個幹啥用的，不知道突然就冒出來，比如說質樸這樣的，咱也不知道它幹啥的，突然就冒出來了。以後引領人工智能一定是可能是我們現在還沒聽過的公司，可能現在還在醞釀之中，突然就出來了。什麼意思呢？也就是現在你這些老家伙，這什麼這些企業它也叫老登，对不對？小米、華為、阿里，你已經成老登了。他們想努力趕上這個時代，他們認為自己有錢、有人、有技術，我就可以去做人工智能、做算力，不行，因為你的思維是在過去，所以他壓力很大，所以他到處投入沒有效果，是吧？效果寥寥，所以他焦慮。你比如小米，無論你是汽車還是手機，它這是兩個主營產品，現在都不行。所以你看小米的股價是不是一直往下走？無論你是汽車是捲到極致，手機更慘，手機未來要虧損。為什麼？你手機的價格也不敢漲，你不敢漲，漲了別人不買。但是手機內層，對吧？這些什麼硬件都在漲價，你造一台虧一台。未來小米的手機一定會虧錢，就是華為一樣。手機過去手機蘋果賺走了90%的利潤，或者80%，蘋果和三星吧賺走了90%利潤，這沒毛病的。整個手機行業10%是剩下的那些安卓手機分了。現在我們接下來就是整個手機行業都要遭到打擊，因為內層在漲價，我都在漲價，蘋果都不一定能扛得住，那你這些其他的安卓手機恐怕就要賠錢了。你也可以漲價，你漲價你試試，你賣不掉。現在我這手機我本來用3年，好，你漲價我就用5年，把我就對付唄，又不是用不了，对不对？消費者拿腳投票啊，那你說這個對手機廠商來說，接下來1年2年，就所以造手機的恐怕就是水深火熱，你不要懷疑，沒必要懷疑。實際上它現在就是水深火熱了，接下來2年恐怕就是要爆雷，硬件價格漲得太快。好，這是手機，汽車一樣，所以消費這一塊，你看，不管是小米還是華為，都有手機。都有汽車，都是面向消費者的。汽車捲的，對不對？那比手機捲的更厲害。汽車整個的毛利只有3%利潤率，是吧？你看看現在都多少車子賣不掉，庫存。這就是為什麼小米、華為它焦慮，它越焦慮它越內捲，
競爭越激烈，它越要，我們以前節目說的叫內卷式競爭、內卷式发展。那越內卷越焦慮，雷軍他是不是就越要去搞流量？他越不能放棄他的個人 IP， 他越要去強化他以前不就靠營銷嗎？靠個人 IP， 对不對？靠打造他的人設來為小米引流，那他就必須得強化這一點。他越強化，粉絲觀眾就容易越反感，感覺你又在模仿誰，不就這樣嗎？形成個惡性循環。大家認為你就是在模仿。那華為也一樣啊，華為他越要去保護自己的產權，他什麼問界、世界，他全給你注冊了，實際上就凸顯他們的一種不安全感，競爭加劇，傳統的產品萎縮，賺錢越來越難，甚至要虧損，成為失血，成為拖累的一個主要的。而新的東西，人工智能這塊要大量的投入，你要資本的要錢，所以你看華為去年就傳它資金不順暢，員工的什麼年終獎什麼乱七八糟分紅遲遲出不來，因為它也要面對人工智能這塊的叫什麼基礎的投入啊，算力是吧？你不投沒有未来，是不是這樣的？不論是小米、華為還是阿里，甚至還騰訊一樣，其實騰訊現在新聞少，他們都是你不投你沒有未来，投你要錢要大量的燒，而且這燒的在短期是没有见效的，是没有利润的，见不到回头钱的。这就是为什么去年外賣大戰燒100多億，為什麼要突然發動外賣大戰？那不就是最後的瘋狂了嗎？最後要撲一把，流量沒了，現有的業務越來越差，那京東更是。所以你說京東他能不着急嗎？他也着急，沒有流量，他在發起外賣大戰。為什麼？因為這塊他熟啊，從這兒發起進攻，路徑依賴 AI 那塊發起進攻，那你得另起爐灶。所以我們得出個結論，我的觀點就是在 K 型發展之下，不代表現在的大廠就能高枕無憂，他們反而更加焦慮，因為未來5年說不定就沒有它了，而我們還在拿着饅頭夾榨菜，那你是活得最久的。所以我們要通過這些紛雜的表象，我們要看到本質就是焦慮，這些大廠也在焦慮。這20多年過去了，很多大廠突然就不見蹤影，多了去了，慢慢的就離開了舞台。所以只能說在 K 型發展之下，越來越焦慮，大家都焦慮，企業、個人、行業，對吧？還地區也焦慮，落後地區、中西部地區機會越來越少，越來越渺茫，而曾經發達的地區也可能會出現衰落。所以我們以前有一種認識，以為大廠，尤其是這些互聯網大廠，天生的就站在 AI 那一邊，不一定。它表面上看它好像是 AI 那一波的，實際上那是假象，他們恰恰是 AI 要取代的，要替代的。好，這期節目我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評論，再見。